朋友你好，真欢喜看到你坚持讲台湾话，见台湾故。今仔日的节目是阿春观星象，阿春就是我。今仔日要甲你做伙来看9月初到9月中星象的变化对咱有啥物款的影响。了后，我要为大家准备3组牌，请你用你的直观来拣一组牌来看，这段时间你会拄到啥物款的挑战，阁有啥物好的机会，你会当用啥物款的心态来面对遮个挑战，把握遮个机会。有人会问讲，星象是安怎会影响咱的生活？这个问题问到星象学的本质。古早的时阵，研究星球安怎运动的天文学，甲遮个星球的运动安怎影响咱的生活的星象学，这两个学问是无分家的。有知识的人，伊会去观察星球的变化，同时阵伊嘛会观察身躯边的人，因的情绪有啥物款的改变，阁有社会制度有啥物款的改变。才会人发觉星球的变化有伊的规则，人类的情绪甲社会的制度的改变嘛有伊的规则。因发觉人的规则甲天的规则有因对应相像的所在。这件代志因无法度解说，也毋过因较要紧的是安怎摕遮个知识来帮助因的生活过了搁较好。对我来讲，毋是遮个星球来影响咱的生活，是有另外一个搁较大的物件，同时阵咧影响遮个星球，嘛咧影响咱的生活。就因为咱受到的是共款的影响，所以咱改变的规则才会有相像的所在。这个搁较大的物件，有的人会讲是宇宙大爆炸，有人会讲是神。毋管安怎，我确实感觉用星球的变化来看我的生命，我有机会看了搁较清楚，我的心嘛较稳定，较有法度准备我家己来面对无共款的挑战。顶届观星象上尾，咱有讲到8月30号是新月，这个新月因为有火星甲金星的加持，所以是这档内底特别强的新月。有火星的苍茫，阁有金星的温柔，真适合咱来设定目标，互宇宙知影咱的愿望。要安怎做呢？有趣味的朋友，伫拜五8月30号的时阵，暗时会当找一个恬静的所在，摕纸甲笔，甲这个月的烦恼、焦躁、愿望拢写落来。写的感觉头壳较清楚了后，搁摕一张纸，甲你的愿望、你的目标写出来。同时阵来想想，你的愿望达成了后，你的生活会生做啥款？迄个画面会生做啥款？这张纸你会当留落来，逐工摕出来看，嘛会使真细致的用火来烧。这就是你互宇宙的批。刷落来，咱就来看9月。9月的天真无闲，有好的相位，嘛有对咱较挑战的相位。定定一天内底就会出现真无共款的能量。就好比你去海边仔佚佗的时阵，你感受到真温暖的海水，你的脚骹感觉真温暖、真舒适。后一秒，你的倒骹就感受到真寒人的水，一时烧，一时寒，一时舒适，一时紧张。这是因为9月的时阵，日头、水星、金星、火星拢伫咧少女座，
遮个星球甲木星有一个90度的关系，号做四分相。木星是上大粒的星，伊代表好运、好的发展、好的成长。四分相是较紧张、较挑战的相位，有挑战就会需要咱的行动。所以即个月，咱可能会想要有搁较济、搁较大的行动。做生意的人想要甲生意做大，读册的人有足大的野心，想要挑战家己，完成足大的愿望。也毋过，这四粒星球同时阵甲土星有一个30度的关系，号做三分相。三分相对星球来讲是一个合作的关系，对人来讲是一个较好的相位，对咱的发展有真好的帮助。土星代表的是生活中的规矩约束，这个三分相要求咱来看，咱咧做的代志的基础敢有够稳定，敢有法度承担咱想要爱的成长。伊要求咱做代志的时阵，爱有规矩，爱有约束，代志的发展才有法度久长。8月的时阵，咱的代志有真好、真大的发展。9月的时阵，咱的挑战就是咧问，遮个代志的基础敢有够稳定，会堪咧继续发展。咱有真大的野心，毋过咱要安怎做？才有法度继续做落。这是9月的挑战。这个土星可能会互咱小可袂爽，就好比咱咧拍拼，想要甲代志做大的时阵，有一个人伫咧边仔问你讲：“安尼敢会使？安尼敢会赴？你确定安尼袂扁去？”伊是咧提醒咱，咧追求咱的目标的时阵，去注意现实的环境有啥物条件，有啥物限制，咱要安怎配合遮个条件，超越遮个限制。同时阵，这四粒伫咧小宇宙的星球，甲海王星的关系是180度，号做对分相。所以9月的时阵，有时咱的心会较乱，看袂清楚咱人伫倒位，要爱向倒位行。这个时阵爱会记咧，这个感觉是暂时的，有时看会清，有时看袂清。这其实是即个月海王星的祝福，是要提醒咱，咧追求木星的发展的时阵，会记咧土星的约束。我伫下骹的说明内底有搭一个连结，有趣味的朋友会当点入去迄个连结，去你出世的时间、地点，就有法度知影你的星盘。知影了后来看小宇宙是伫你的倒一宫，就有法度知影9月遮个星球主要会影响你的人生倒一面。9月14号。满月伫咧双鱼座，这个时阵，咱的情绪会有较大的变化。咱即是讲，咱所爱的，甲实际上咱需要的，可能会有较大的无同。9月中咧做代志的时阵，会使豆豆仔来，想好势了后才来做。咱可能会想要逃避9月中满月带来的情绪，咱来细意。莫伫咧迷茫、分酒内底失去家己。9月中，水星甲金星会离开小宇宙，入去天秤座。这个时阵，咱会较注意咱甲别人的关系，较注重想要找到甲人来往的时阵的陪同。伫关系内底，安怎互你欢喜，嘛互我欢喜。这是9月中的主题。台湾国的朋友，若有咧准备啥物较大的计划、较大的 project、较大的决定，建议你伫咧即个9月，直到10月中进前，就甲即个物件送出去。
因为10月中的时阵，咱就会开始感受到10月底水车北句的影响。这就好比海涌共款，水车顺行，海涌向外的时阵，咱若想要甲船驶出去，就会较顺利。水车北句，海涌向内的时阵，嘛是会使甲船驶出去，毋过就会有较大的挑战，会有较侪不确定的因素。所以，你若咧准备要来开始啥物较大的代志，比如讲开一间店，也是买一间厝，建议你伫10月中之前，就互即件代志开始。无一定是开店，无一定是买厝，只要是对你来讲重要的决定。先上听了，咱就要来抽塔罗牌。今仔日有3组，每一组拢有8张牌。咱的顶悬的4张代表9月头一礼拜，咱会拄到的挑战甲机会，甲塔罗建议咱爱有的心态甲行动。下骹的4张就是第2礼拜的挑战、机会、心态甲行动。为倒手开始，头一组牌是2粒虎目色，因为生了像虎的目睭，所以号做虎目色。第2组牌是蜡中色，想想看无啥物，毋过角度若对，就会走出真水的青色的光。第3组是白水晶，台湾国的朋友若对石头、水晶有兴趣，会当先买1粒白水晶。伊真古水，真单纯，伊特殊的所在就是会当当作是任何别项石头来用。咧办事的时阵，若是有欠某一款石头，就会当用白水晶来代替。若是准备好，咱就做伙来豆豆仔喘3口气，用咱的直观来感受。倒一组牌，想要甲咱讲话，你会使问出声，嘛会使伫咧心内问。9月初到9月中，我身躯边有啥物款的能量？我爱注意啥物？好，咱做伙来喘3口气。1、2、3、你的心内出现的是倒一个数字？倒一组牌要甲你讲话？你若需要搁较侪时间，会使甲影片停落来，用你的手来感受倒一组牌的能量较强。你若是已经准备好，伫咧下骹我有写每一组牌的时间点。那 OK， 咱即马就先来看头一组牌。拣头一组牌的朋友，你好。9月头一礼拜对你来讲可能有较大挑战。头一张牌是一个少年人咧摕一支足大的剑，伊徛了无啥在，意思是伫即礼拜，你可能想要做一寡新的代志来挑战你家己，也毋过你咧做的代志，你无啥物经验，小可毋知影安怎做，需要别人斗相共。也毋过，咧捌别人沟通、解说你拄着的问题的时阵，可能嘛会感觉无啥知影安怎讲。这是头一礼拜的挑战。第2张牌，一个人摕一支巴达，真拍拼的咧对抗
下骹的六指八达，伊后壁就是山壁，伊无法度跋久，所以必须爱面对头前的挑战。抑毋过面对伊的挑战，伊等有法度找到伊的路。第3张牌提醒你，即礼拜会有较大的挑战，爱注意你生活的惯势，是咧帮助你，还是咧甲你害？你的守护天使永远拢伫你的身躯边，照顾你的身体，照顾你的心。伊提醒你，爱好好食物件，好好休困，才有气力面对即礼拜的挑战。第4张牌，两个人摕一张设计图，第3个人按即个设计图咧起一间教堂。头一礼拜，塔罗建议你，甲身躯边的人合作，因为你的坚持，豆豆仔就有法度看到你咧做的代志的结果。下骹的头一张牌是两个圣杯。第2礼拜，你较大的挑战是甲别人的关系，可能有一寡误会。我咧想我的，你咧想你的，可能是进前有一寡话无讲好清楚，才会有即摆的误会。第2礼拜的挑战是你爱甲人互相理解，互别人知影你咧想啥，你想要爱啥，嘛去了解别人咧想啥，别人想要爱啥。第2张牌，一个人咧想象未来真侪无共款的可能，反映出伊想要追求的伊的欲望是啥物。有的欲望无啥实在，可能等到会害着伊。第2礼拜，你对未来会有真侪无共款的想象，可能嘛会有真侪无共款的人来找你，互你无共款的机会。伫这内底，确实有对你好的机会，抑毋过，你爱有法度分别，倒一个是你正经想要爱，倒一个敢若是你现主时暂时的欲望。第3张牌是一个女王，伊咧看伊手内的一粒球，这粒球代表的是伊的资源，这个资源可能是钱，可能是时间。第2礼拜，塔罗建议你爱看会到你家己的价值，请你相信，你值得得到好的物件，值得过一个好的生活。相信你家己，你才有法度好好使用手头的资源，来得到这个生活。上尾这张牌是一个人，伊咧甲钱分予需要的人，伊倒手摕磅仔，代表伊所做是按伊心内的正义，是要爱互世界转来平等。第2礼拜，塔罗建议你，若有法度，就甲别人分享。你家己若有需要，别人嘛愿意甲你分享的时阵，嘛请你接受别人的好意，毋是伊看袂起你，是伊认为伊应该爱分享。伊有的物件，伊会使摕去互别人，毋过伊选择来摕互你，因为伊感觉安尼才是对的。这个月你有真大的挑战，嘛有机会有真好的发展。阿春我今仔日真欢喜，会使甲你做伙讲台湾话，见台湾国。真希望后摆会使阁看到你。再会。今第2组牌的朋友，你好，咱来看9月对你来讲是啥款的一个月。咱若看顶悬的4张牌，就会看到4张拢是颠倒过来的，意思是讲，头一礼拜上重要的主题，毋是外口的环境，是你的心，你内在的世界。头一张牌是审判，一个大天使咧分喇叭，叫醒真侪灵魂来接这个新的未来。进前，因为你的判断，你有做一寡决定。9月
头一礼拜挑战，就是咧看你敢有要坚持即个决定？你敢相信你家己的判断？即关过了，才有搁较好的未来。第二张牌是一个骑马的武士，手提耙仔，准备要向前行。即个武士可能代表你身躯边的一个人，耙仔代表的是情绪。即个人可能情绪无啥稳定，当咧对你有无好的影响。即个武士嘛有可能就是你家己，可能你真要紧家己的情绪，颠倒无注意到，会安怎影响到别人。毋管是你家己，也是别人。趣味的是，即件代志是你即礼拜的机会，可能你有法度透过即件代志，搁较了解你家己，搁较知影你要爱啥，知影安怎面对你也是别人情绪的变化。第三张牌是一个国王，伊手提八达，坐伫伊的王座。即支八达代表的是国王的热情甲目标。塔罗建议你9月头一礼拜来看，你伫倒一方面是即个国王，你安怎带领别人来完成恁的热情、恁的目标？因为你的决定会影响别人的决定，你向倒位行，别人可能就会向倒位行。所以你搁爱注意，你咧选择的时阵，你咧想啥物？是咧为大家想，还是为你家己想？是为恁共同的目标好，也是咧满足你家己的欲望？讲到欲望，咱就来看第四张牌——魔鬼。塔罗提醒你，伫咧头一礼拜，你敢有受到啥物物件的控制？伫咧倒位，你感觉你家己无选择，身不由己？即个魔鬼用2个铁锁仔，甲遮个查甫甲查甫绑牢牢。也毋过，若详细来看，会注意到，即个铁锁仔其实绑了足松的。即2个人若想要离开，完全有法度，因为因受到控制的，毋是因的身体，是因的心。因认为讲我已经受到我的欲望的控制啊，我无通选择啊，我必须爱踮遮服务我的欲望。塔罗咧提醒你，你若感觉受到啥物物件的控制，其实迄嘛是你的选择，迄嘛是你的自由。你若看互清楚，就会发觉，你并无得到啥物好处。请你透过你的行动离开即个状况。你若感觉家己调着啥物，其实是你的心也袂想要离开。你若看互清楚了后，就会发觉，即个魔鬼其实毋是遐尼恐怖，伊不过是你家己黑暗的迄面，是你有自由，会当选择改变的。第二礼拜头一张牌是倒落的命运的链仔。即礼拜你咧做代志的时阵，可能感觉毋是遐尼顺利，敢若即世界拢咧甲你作对，无要互你好过。你的挑战就是安怎伫咧即款状况，嘛有法度坚持，继续去做你想要做的。你即马的歹运，可能是你进前的业障，嘛可能是星球的能量甲你无合。第二张牌代表的是好的消息，代志真紧的发展，真紧的改变。第二礼拜会出现一寡机会，出现的时阵，你若把握着，对你会有真好的帮助。即个机会常常着出现，你若毋知安怎决定，即个机会嘛会常常着离开你。所以即礼拜，甲目睭闭好紧，甲心准备好，来接即个好的机会。第三张牌，2个人坐伫咧船顶，另外一个人帮助因咧过河。即礼拜你可能会感觉要放下过去是真困难的代志。虽然过去互你悲伤，也毋过
要放下嘛毋是遐尼简单。即张牌我感觉甲命运的链仔嘛有关系。伊邀请你来想，过去的决定安怎咧影响你即摆的生活。你若是感觉还无法度放下，就是代表你还袂为过去的代志内底学着你所需要学的。过去的代志，互你伤心的时阵，来想看觅，你进前是安怎会安尼决定？你迄个时阵咧想啥？若是又搁拄着相像的代志，你敢会有无共款的决定？上尾的即张是一个骑马的武士，塔罗提醒你，第二礼拜爱有行动，你爱向你的目标行。代志安怎发展，咱无法度决定，也毋过咱有法度决定的，就是咱要安怎做。你是你命运的主人，你若正经决定要爱做啥物代志，无人有法度阻挡你。真欢喜，即礼拜会使甲你做伙讲台湾话，见台湾国。阿春祝福你，咱后摆再会，拜拜。今第三组牌的朋友你好，咱来看9月对你来讲会是啥物款的一个月。头一张牌，一个人真专心咧工课，真专心咧做共款的代志，伊真要紧细节，真要紧伊敢有做了好。9月头一礼拜，你的挑战是你敢有法度入去做代志的 flow 内底，专心咧甲每一项代志拢做了上好、上水。你敢有法度安尼专心地来做，就是你头一礼拜的挑战。第二张牌，我甲号做仙女，伊所代表的是咱神秘的暗意识。透过打坐，也是看圣册，也是占塔罗牌，任何有法度帮助你连接你的暗意识的，伫即礼拜会帮助你面对头一张牌的挑战。你若有法度，互你的头壳恬静，来听你的心，就会帮助你找到面对挑战的答案。第三张牌，一片云内底走出一个人的手，手内摕一个巴达。即礼拜，塔罗建议你专心伫咧你想要达成的热情。即礼拜，你会出现一寡新的想法、新的目标，专心伫咧即个目标，会对你有真大的帮助。上尾即张是倒落的女王，女王代表的是大地的力量、现实的环境。即礼拜，你可能头壳内底一直想，一直想，毋知影安怎甲你的想法变作现实。塔罗建议你做一寡连接大地的练习，英文号做 grounding。去有树有草的所在，赤脚来行行，感受甲大地的连接，感受土地想要甲你讲啥，伊安怎互你启发，来互你的想法，透过你的行动变作是现实。下骹头一张牌是月牛，9月第二礼拜，伊可能会感觉看无啥会清楚，毋知家己伫倒位，要向倒位行。着像月牛，就算是满月的时阵，咱嘛看袂着月牛后壁生做啥款。第二礼拜，你的挑战就是安怎伫咧看袂清楚的时阵，还阁有法度向前行，有法度继续做你爱做的代志。嘛邀请你搁较了解月牛安怎变化。月牛经过每一个星座的时阵，对你有啥物无共款的影响？伫你的星盘内底，月牛所代表的是啥物？第二张牌是积极剑，一个人伫咧大家无注意的时阵，到军营内底偷摕军人的剑，伊看起来诚满意，
感觉家己真巧，一张牌谈遮倒落，代表即礼拜你可能会想要头一步，就是家己真巧，毋免开啥物气力，就有法度得到你想要爱。可能进前安尼做，有法度得到你要爱的结果，也毋过即礼拜你会拄着一寡阻碍，互你发觉你必须爱较老实、较实在的来做代志，才有法度成功。颠倒，即款阻碍会变作是你即礼拜的机会，互你开发出新的能力，互你有机会练习实在的来做代志。第三张牌甲顶悬的第三张牌真相像，伊共款是代表元素的牌。顶悬的巴达是火的元素，下骹的是土的元素。即礼拜塔罗邀请你来看，你有法度为倒位得到你做的代志所需要的资源。若得到即个资源，你想要摕来做啥？你要安怎使用你手头已经有的资源？你所做的代志，你若看无写清楚，你会使专心来甲资源这方面看互清楚。上尾即张是宝剑的国王，宝剑代表的是咱的想法，咱甲别人的沟通。即礼拜塔罗邀请你清楚地表达你的想法，正面的面对你的挑战，用正义、用道理来说服别人。即支剑就是你的原则，帮助你区分啥物是真的，啥物是假的，啥物是好的，啥物是歹的。请你像即个国王，为真理发声，来带领别人。可能你看袂清楚你的环境，也毋过你有法度知影你家己伫倒位，你的原则是啥物，你不会妥协的是啥物。真感谢，嘛真欢喜，今仔日会当甲你做伙讲台湾话，见台湾国。阿春祝福你有真好的一个月，咱后摆再会，拜拜。